来看婚礼的查缉队伫嘉义水上乡的山区，抄到一间废掉的仓库，其实是做私婚的工厂。现场查扣7900外包薰，各种薰草，各有包装的机器，市值是超不到1200万，目前是拢已经移送法办。 婚姻查缉队接到情报，一路对去到嘉义水上山区的这间肥料仓库，查到私婚生产工厂，查扣各种分尸、薰草、薰叶啊。这50岁细库的嫌犯是利用肥料仓库来做暗号避对查。本案犯罪模式系以肥料名义进口腌丝下脚料，分散至全国各地偏僻的私腌工厂，添加香精，进行口味的调配及包装，再以半自动化 卷烟机卷成成品香烟贩售。查缉队表示，这案是今年警方分署查到第8间私婚工厂，大部分拢是用分尸等等人做分寸的材料，回收拍来予私婚工厂制作。那环境垃圾，佮检出带有钞票，对人体会造成严重影响。现场查扣各式烟丝烟草，共计3吨零350公斤，包装机3台，包装膜1批。 各式成品香烟7915包。查缉队表示，这原料甲半成品大约当做17万包的私婚，估算差不多达1200万。专案依照违反分酒管理法，函送主管机关加县政府来处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